艺术水阁好，有情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一站单衫五娘。咱知影单衫，好野人囝，为着啥着黄五娘要去接近人，才去拜托无行的李公伯啊。李公伯啊，甲教呢，讲你即担囝担咧，担去到伊的手楼骹。大声话讲无惊哦，自然伊的查某囡仔野春啊，就会来甲你约哦，朋友。讲到担这两字汉字写共款，毋过头前是当作动词，担起来嘛，后壁囝担的担，所以担汉字写共款，发音无共哦。照李公伯啊交代，单衫本来好野人囝，偏偏啊，四句人咧讲单衫做人爱乐痛。来学无惊过不忠，因为五娘甲我都有意向，爱情平时也较强。毋则讲白马毋骑换囝担，任伊毋穿换布衫。我贪着五娘黄狗卵，因即个水查某囝啦，黄五娘啦，囝担较重也着担。讲因查某囡仔野春啊，讲会出来甲我计较，毋知有影无？哦，朋友讲到即句计较，原来汉字写共款。毋过头前后壁夹起来变一个词，发音无相共。头前白话讲字，后壁汉文音讲接，字接，就是有人会出来甲你联络，汉字写共款哦。结果单衫因为过去都毋捌担过囝担，好野人囝嘛，偏偏啊日头赤影，透中的豆，一担囝担咧，来到好野人的厝体门口口，人遐也无半点的热食，朋友。这原来是汉字写共款，台语发音无共，夹做一个词，这真技巧哦。别种的语言罕得看哦，热甲食夹起来变做讲有一个所在通好杂遐都无哩。咱咧讲五娘的手楼骹无半点的热食啦，单衫规身躯冻干，实在是安尼油头甲面啦。讲到底敢有影亲像李公伯啊所讲的，野春来甲我约，咱嘛知。咱嘛知影讲单衫五娘的故事讲到尾啊，皆大欢喜，连黄五娘、连野春啊、娘干两个单衫拢共带咧走。果真今日是招你研究，台语一字两音有法度夹做一个词，才会技巧，才会巧妙的语词艺术的所在。